2025年樣樣都講 AI， 但要用到實用嘅 AI 功能，未必一定要花皮幾嘢買部貴價 PC 嘅。Asus 近日喺香港上市嘅 VivoBook S14 就喺7000蚊有找嘅水平，提供到大家日常所需要嘅 AI 功能啦。呢款 Asus Copilot Plus PC 搭載 Qualcomm 最新嘅 Snapdragon X 處理器 ，NPU 算力高達45 TOPS， 日常嘅 AI 功能好似係圖畫創作、翻譯，甚至係最新加入 Windows 11嘅 Recall 智能搜尋功能，喺 VivoBook S14 上面都可以輕鬆調度。喺重點加強過之後，仲唔怕有私隱外泄嘅危險添。VivoBook S14 嘅機身只係得 1.4kg 重、1.59cm 咁薄，但就內置咗70Wh大容量電池，最多可以提供30小時嘅續航力。就算帶出街做嘢做足全日，都唔會有電量焦慮。打開機身，除咗有好打好用嘅 keyboard， 仲有加大40% 嘅特大觸控板，唔單止操作更加輕鬆，仲支援咗唔同嘅手勢操作，日常使用唔使周圍揾掣撳，工作效率自然大大提升啦。做完嘢想話睇下戲輕鬆下 ，VivoBook S14 仲加入咗 Snapdragon Sound 同 Dolby Atmos 全景聲，可以提供劇院級別嘅音效輸出，娛樂體驗都令人十分滿意㗎。